挥手的一台，镁光灯闪不停哦，高度关注我们的月光雕刻师，请启动。台湾游戏橘子与韩国 Kakao Games 共同营运的超人气手游《月光雕刻师》，绝对会为玩家带来崭新的体验。感谢月光雕刻师最佳代言人谢欣颖，10月29日中午12点，台港澳双平台正式上线。当然听到应该就是游戏橘子嘛，因为我想说啊，从小就知道的，从小，对，真的从小到现在一直啊，都是很厉害的游戏公司。然后再来是听到是月光雕刻师这个作品，然后因为我知道说他是在韩国现在游戏大作里面最卖座的，超厉害，连载13年的原著的小说，然后有500多万的读者，超强。对，所以就是觉得很荣幸，所以就立马决定要接下来。不过说真的，你出道现在是几年啊？10几还是数十年了吧？我不敢算。N 年了哦。佳作不断的切换这么多的角色，说真的，有时候会蛮错乱的。到底怎么样的疏解你的生活上的压力呢？我平常如果像以往我拍完一部戏，或是结束一个作品之后，我都会来计划一个小旅行。但是因为这一次是疫情关系，没有办法出国，然后所以我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余的时间都待在家里面，然后开始想要练一练我的那个月光雕刻师，瘫在沙发上面一整天这样。因为那一次在前几天的时候摔了一跤，然后把我的门牙给摔断。你看你，然后你自己看电视转播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大哭，锥心刺骨。对，所以我拜托你，小姐，好好的养精蓄锐。保重自己，健康亮丽出席。瘦不瘦不是重点，我也不管你的战袍了，你只要好好出席就好。好，我会每一天都待在家里面。没有，是跌倒，跌倒，对，就摔伤，然后我的牙齿、门牙跟旁边那颗牙齿就断掉了。我好像是隔了几天吧，因为嘴巴上面也有伤，所以要等外面伤处理好之后才能用牙齿。没有，前2天，对。所以这个月会带护具过生活。我应该就是尽量在沙发上面吧，然后今天应该就可以玩到，就是手机就可以下载到这个游戏。我就是19、29。台北很久了。没关系，我先待在家里好了。对。你是有在担心安全性的问题？我觉得年纪越长，好像越担心。就连我刚刚走那个楼梯，我都觉得就是会有一种被害妄想症，就多少都会啊，所以变得很小心。